到5个小时。然后呢，他只为了来我们爱祥佛堂带动大家表演1个小时，然后他还要开几个小时的车程回去宜兰。5个小时。各位浅显，投资报酬率敢袂好？你开车开10点钟呢，来去爱10点钟，结果他只为了表演1个小时。各位浅显，如果是你愿意吗？惭愧。有的浅显一定很愿意啊，因为我们都往国外跑了嘛，对不对？都往澎湖跑了，其实是愿意的。但是呢，后学知道的哦，这一群道亲呢，这一群浅显哦，他们不是99一次，他们的档次哦是几乎每1个礼拜都有表演。所以常常呢，宜兰、台南、宜兰、台中、宜兰、台北、宜兰，到处各地这样跑。那为的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要把他的那一种热忱，修办道的热忱，去感染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浅显。所以这样子的热忱，我们要不要提起精神，热烈的欢迎他们？要吗？还好他们还没有出现，所以没有听到我们要只有一点点小小声而已。我们的热忱啊，热情一点，要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宜兰浅显班所带来的掌声欢迎！好，喝你。掌声欢迎！